写下文獻名苗條調姑娘，作者李文芬，國中鐵高先生，苗栗縣客家人。本影片係用試驗強語音合成，係講有中意請多多分享。頭擺第一個章頭，有一個當友好嘅後生人，按到阿文姑。阿文姑10歲嘅時節，家爸就過身嚟，家妹一撒土，佢老阿哥兩兄弟大。但日做頭往面，耕田種線，學結為壓呢度生活，無限多吵轉，好得兩兄弟一旦都當乖，感情和睦，唔使有事本阿妹炒飯。一年末，兩兄弟長大成人，阿哥平常上山減草打獵，阿文姑負責做田種菜，一家3-4日嚟過到當食帖。有一日，大哥上山打獵，愛轉夜嘅時節，看到一隻烏山雞對面前走過，一念是殺箭打到嘅隻山雞，山雞殺毙命，撞入山肚。嘅時已經團烏嚟。那係腳嘅隻烏山雞落去，驚怕會前無路轉。唔過，大哥一旦開談，想也無想就腳定下去。那隻山雞嫌風唔見鐵，撒看到一個帶點風毛嘅小阿妹爺顧到頭前叫子。大哥講：先來咗，你認為得了叫？小阿妹爺講。那係聽不下人出門做生意，但如果都到長腳，chẳng ai chỉ sang人走出來，通不下人是神力，唔愛愛用辦賬好。大哥講，小妹莫驚，身體愛全部，將來上談法親友不下人。半年過後，小阿妹還係請唔到屋企人，報米家伴大哥做伴娘。大哥結婚過後無幾久，一旦看見嘅阿妹撒薄片，之後變到迷迷痴痴，連生活就愛人照顧。大哥未身體大變，有一日，佢老阿文姑講：那已經做伴娘嘞，財產應當愛分啊！三太下街地鐵路屋去半年，該阿妹你帶走，來將冇愛服侍老父哦。天一日，阿文姑帶點姊妹嘅阿妹駛去老屋帶。老實嘅阿文姑心度無厭怪大哥，佢想阿哥聽出係做到乜嘅事情，就會變困。愛好好照顧阿妹，仲有一日。阿哥會回頭嘅。話講，阿文姑本島嘅天色彩唔好，唔但青，愛質唔好，還個當到沙粒白，係根本無法種出禾嘅天。阿文姑呢度阿妹同自家嘅生活，還係三忙整體種菜去街巷賣，當日厝間去打山轉來友好阿妹。有一擺，阿文姑天普講出去山度。摘野菜，佢行到一個山派，正愛春樹去摘菜嘅時節，忽然間山派下嘅芒草堆見天通，阿文姑頓點下來端詳。原來係一隻桌上嘅苗條條。嗰隻桌上嘅苗條條木劍劍尾，見看阿文姑，佢跪身呢，講到幾準，兩樣排熱還係比唔起來。阿文姑老苗條條講：這條誒，唔是講，我唔會上去，唔當唱係一個桌上嚟。這條誒，唔放心睇嚟轉去，我會諗唔以後嘅啦。講咩神氣？嗰隻苗條條唱聽一時阿文姑講嘅話，竟然就點下來，順地本佢作起來，帶轉屋下去。阿文姑老苗條條帶轉屋細心照顧，但正月過後，苗條條嘅一夾好誒，按布頭未做得啲屋度，比上比下嚟，也一步嘅照顧苗條條。阿文姑老佢當做係自家嘅朋友，但日食飽夜，
就會同佢講心事，苗條條大擺咩係眼睛之內，見看阿文古，又個班長嘢，阿文古老苗條條講。這條誒，唔計上好誒，應當該轉牙山度嘅鑊下嚟，按不呀，出來表唔轉，唔愛生意唔好再個桌上嚟用。結果苗條條比上去天堂一兩天，又挖條比轉阿文古嘅肩頭起點唔肯走，阿文古少點悶。這條誒，唔係唔判得來，想愛下啲牙鑊下。望啲苗條條正經見男條表示愛留下來，阿文古看到苗條條男條歡喜到耐唔得，實實搭一件細書棚誒本期帶。二十條苗條條講講會抗啲書棚誒幾度血困，按補條苗條條度幾，自家會比出去落實。從此阿文古就搶到了一個家人。因為有苗條條做盤日嚟水庫，未吃到甘甜。有一日阿文古轉亞看曼趕緊一鑊愛煮本阿妹食呀，上探一鑊度就發覺無窮樣，規鑊嘅鹹潮都青青哩哩飯菜，未煮好擺到作當嚟。阿文古老到係阿妹嘅此外偏好嚟，夾夾走過去看阿妹。結果發覺阿妹還係窮樣迷迷痴痴，但聽講亦是有人來照顧佢，按樣有人變所煮飯嘅怪事，連續發生幾下日。唔過阿文古當日轉也就係無看到係乜人，有一日阿文古調屍體做轉鑊，聖經就被讀到有人啲做下煮食。阿文古問：食阿妹誒？唔係萬人，讓佢來拿鑊下聽數。四阿妹錯頸把頭看過來，而有一對圓圓嘅大木珠，上到當地人下。四阿妹也講：阿文古，我就係唔叫轉來嘅苗條條，我係山度嘅精靈，苗條條係眼眼型，見公派我啲山度用叫上很像嘅豆本望神秘特嘅人。四阿妹也沙定講：半年前，蒙神化做什麼嘢嘅行道來尋我報演書，蒙神就係亞太所，而所送亞哥啲背後殺傷我，而利用亞哥嘅貪心，先用美術控制佢嘅心性，又留亞妹變做此外，再個叫兩子愛搬出去帶。今日我促上東，兩命嘅比張本我走過渣臨天光嘅事，我嘅法力存無幾多，險就會消退，該在讀到好心嘅日老我叫進來。阿文古嚇到講：那個我所希望神嘅有解釋，唔要辦法叫上阿妹同阿公冇。苗條條姑娘講：呢度報答唔救命嘅恩情，我變老命，未會救上佢兩生。殺下來，苗條條姑娘來到阿文古嘅阿妹面前，搖身變轉苗條條，佢再發出咕咕嘅聲哨，混蛋嘅阿妹，行下度叫上嚴氏親上過來。先按自細干車叫上來。望啲阿妹撒開下來叫，先拜託唔叫馬太拉嘅好冇，佢清楚你係本望神秘道嘅。苗條條姑娘講：阿妹嘅夾空起來，一下就去叫太哥。三煞轉到老鑊，人們就看到太哥幫睇別個跪在床誒。望身邊嘅太守中出來，老苗條條姑娘掉髮，報名望神答唔贏把頭下走，唔過苗條條姑娘咩好無奈去，跪身誒坐上法別存無幾多，前後還係表面誒叫上太哥。苗條條姑娘念講：阿文古，
我也大促想當從法律無題咧，100年變唔再現現咧，愛在深山地度從事修煉，大無法在堂搞心事咧，愛好好照顧自家，再見，姑姑。話講說，變轉苗頭調，避向遠方。什麼俺自細有中意搶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